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新闻局欢迎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8月13，因为河大湖涨大水，咱全市拢灾情，尤其以林地甲盐矿上界严重。对此，议会临时会变更议程，上午邀请市长甲所以及主管列席，针对水患的处理甲后续的治水方案进行专案报告。会中议员拢踊跃出席建言，嘛为灾民发声讨公道。为了反映各区即摆水灾灾情甲后续如何治理，伫市长有委托甲水利局长对通盘专案报告过后，议员小郑市宁替选区争取，嘛替灾民讨一个公道。会中率先发言的议员吕维印不满市长专案报告当中拢无讲到南区原理的水患治理。我很遗憾，你们的报告里面为什么只字都不提这个我们湾里地区的改善计划？难道是我们湾里地区这个是二等公民，还是拢无甲恁缴到税，还是讲阮遐较偏僻，所以恁无管，阮用水阮应该？不是，跟吕议员特别抱歉，因为湾里我们也很关注，就是刚好在那个在仁和地区有碰到大规模的。但是您提到的那个9处的淹水，事实上我们也很重视，那只是在这个报告里没有呈现，跟你抱歉，没有提出来。会中议员普遍强调，这几冬来开卖236亿来治水，总袂当怪天气一摆落遮济雨就无多，一定要找出问题，彻底解决，嘛寄望改条换代以后，互人民莫搁逐冬饮水的痛苦。这几年来，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还在淹水。我们今天的专案报告要来检讨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解决现在的天气，一个困就落这么大，不是讲每次大水就是涨潮，还是它的1点钟落几公里的雨水来讲，包括我们的万代桥，它现在才有2.5年的降雨量。还不到10年，现在我们都是50年来的50年以后的水了。我们要如何改善现在的气候，这才是重点呐！开钱开有效果嘛？莫讲开钱开无效果呀，一点意思都无。所以我在这里说希望讲这届了你的专案报告，尤其是咱讲改朝换代啦，今麦不是赖清德时代，是黄伟哲时代了。你搞不好还有8年的时光，是咪这段时间内底尽快速？对此，市长表示，人为的工程有限，大自然力量确实无限。治水是持续性工作，无法度一摆到位，而且每一摆风台和雨拢来检验。市府将持续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系统性来整治三明溪、落地寮甲精寮等排水。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伫市长的专案报告过后，虽然有真侪怨言，不过听出大家其实对黄市长拢有所期待，甚至讲出爱以8冬的时间好好做。其中针对灾害应变的自信更新、紧急事故的联络窗口以及饮水补助的标准等等，市长拢具体回应，表示有必要检讨修正。现在一拄到风台和雨警报，政府发布相关灾情甲救灾措施，除了透过电视甲广播等大众媒体以外，真侪人挖去的是手机啊。所以议员就质疑市府伫网络顶面的灾害应变告示拢无更新，迄个是停班停课的决策，嘛无法度第一时间伫手机啊知影。另外就是参照即摆是半暝大淹水，民众求助无门。议员要求市府设立紧急事故的窗口，通好联络到协助。台南市灾害人士，打进去之后按下搜寻，你会出现第一排应该是台南市政府灾害应变告示网。点进去，有我们现在的水灾灾情的资料吗？没有，它出现是1月份的资料。
今天不管大家在线上做哪些事情，我们说市长不出门能知台南市，我们市民不出门也希望都知道台南的状况，知道现在灾害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应变，我们是要撤离的，我们要逃难的干嘛？资讯是很重要的嘛，对不对？结果搞那么久，你一个台南市灾害应变告示网点进去都是旧资料。是第一时间，我们6点29分看到市长脸书，6点35分看到市长官方的 LINE， 一直到6点50分市长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台南市政府官方的 LINE 6点50分才出现说要停班课的这个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有点lag反而是市长你个人的这个 LINE 还比这个台南市政府的这个 LINE 还快所以我想未来这个资讯的这个宣布其实更要一致一点尤其我们台南市政府官方的 LINE 这是非常市民朋友仰赖的觉得第一时间可以得到市政府的讯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未来时间点上一定要再加强，不要让台南市政府官方的 LINE 反而是讯息最lag的一个我想这部分未来要再加强。有没有一个是我们找得到人的，不需要您的幕僚吵醒你？我相信我们不太好意思半夜直接去吵醒你。有没有一个对口？例如我们可以拿到最新的资讯，可以让人民减少他们对于灾害不确定性的恐惧。是这个部分，我马上回应您就我们会指派人来做一个直接的对口，有紧急事故。有紧急事故的时候可以联络，好不好？另外，每一摆中大水到底因外悬才补助，议员认为中央电50公分已经无合理，嘛无符合现况，要求台南市家己修正，避免困扰。对此，市长嘛认为会当检讨，会伫电机会结束进前来公布。这个标准50公分是较早市底的啦，迄农村时代底下起来才50公分，底下巧伊啦补助啦。咱讲一定爱讲这个标准，较要补助啦，还是讲50公分以下全部拢补助？因为20公分嘛了，到要是大家拜访这议员讲甲，大家区公所回甲无满意啦。市长你看，你有法度改善这个办法，家己台南市电个办法，补助办法修正一下。我感觉你各方甲伊认同讲，你是真正咧做代志的市长啦。因为补助，你讲这个标准，我想会当来检讨一下。检讨一下，好卡下实在，你嘛袂困扰去，好嘛百姓的需求啦。全国由于因水地方有1/3拢伫咱台南，嘛因为地势低，治水工程相对复杂甲困难，所以我嘛建议治水专家嘛是爱听出地方基本意见，才法度真正对症下药。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每一摆风台大雨，拢是检验各县市治水的成效。其中，咱8月13才经过一场大雷雨的考验，有真侪所在拢淹大水。除了河市府水利单位赶紧找出应急的办法，其实包括公务、民政甲环保等相关局处，如何伫风险期之前完成巡检清扫，而且准备好沙包，拢是必要的作为。只要一拄到风台豪雨，以及风雨天气，气象局发布相关警报以后，市长作为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只要立即开设一定的制定消防局全市戒备。当然，相关局处如何提前做好应用，才是要紧。其中，水利工程顶面包括抽水站甲移动式抽水机的油料补充、水门开关等相关的设施。而且一定要随时会当机动式调度来应用状况。另外，环保局将用于饮水的水路、切沟以及河水下水道等加强巡检甲清扫，嘛是第一要务。从他们工具的自己制造，以及人力的清沟，再到机械的清沟，都可以看得到，事实上环保局的同仁是非常的用心。同时，也鼓励所有的里长，那呼吁我们的里民，对于自己家的后侧沟。自己家旁边的沟子、小沟子可能要自己清理。那因为你自己的沟子清理了，那大沟环保局来清，那这样子这个政府跟民众这样配合，才能保持我们水沟的畅通。针对沿海地势较低、容易淹水的地区，民政单位的警备之一，正是由各公所呼吁该地区的民众要随时注意启动防水门帮，并且穿好沙包。以阿兰区为例，公所拄啊伫全力分配有2万包，同时伫消防分队也有7000包的预备量，希望有效避免民众的厝内溺水。调查咱各地沙包的需求量，看咱各地有需要偌济沙包，阮则按照咱各地沙包的需求的量请开国企业厂商
将沙包载到各地。阮即摆安南区即摆51个里吼，阮即摆放伫各地的沙包差不多2万包左右。咱里面若拄着落雨，有需要沙包的时阵，咱就会当就近去咱里办公处遐领沙包，毋免过来到咱公所遮领沙包。另外，针对路顶大型的广告看板、时间位置等，公务单位嘛一定要通报业者做好安全管控。当然有当时风势无直接影响，不过西南气流所带来好大雨比风台较恐怖，所以除了公部门的作为，家家户户伫风台期间加强徛街周边的环境巡查，加一份的准备，才当减一份损失。台南新闻阮及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台南旧里顶一摆举办大型的册展，已经是几啊冬前的代志。为了让台南民众会当搁再一摆来好好享受，今年《工商时报》特别举办台南册展，26号下晡正式开幕。其中吴伟霆嘛亲自出席，鼓励民众多多阅读，打造册棚大台南。为了大台南介意外他民众有一个大型的册展会当参与，《工商时报》特别邀请上百间的出版社展出15万本的册子，不管什么款的主题，都会当伫现场看到。除了买册优惠以外，嘛将举办侪作家的讲座。会中主办单位嘛安排小朋友的试点乐园，让小朋友伫册展当中嘛有其他佚佗的所在。16号下晡正式开幕。这次书展呢，我们特别呢把时间拉长了10天，有2个 weekday。那从2个 weekday， 从礼拜六、礼拜天跟下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举办了很多活动，包括了围棋比赛，还有很多的新书签名，还有很多的演讲。然后我们希望把那个聚客，把我们的民众能聚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的书展能办得更为成功。会中主办单位嘛特别关键价值50万的册子，予偏远的学校，其中吴伟霆亲自出席见证，并且以颁发感谢状予善心企业。同时，市长嘛鼓励民众多多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其实书展的这个过去到现在已经有一些改变了。怎么样改变？我们除了纸本的书之外，还有很多影音资料跟记录，这些东西都是很方便，可以让民众可以取得，而且增加了书展的多元性跟多样性。而且除了书之外，我们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包括汽车，都可以来这边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事实上做得到。那我们觉得其实可以逛一趟南纺就可以展览馆，就可以满足许许多多的多方面的需求。我们觉得其实这样的书展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支持跟鼓励的，也再次谢谢《工商时报》，再次谢谢这个许许多多的赞助单位，能够让这个书展在睽违了7年之后能够顺利展开。册展现场，文化局甲教育局嘛设立主题馆，展示台南在地文化以及12间各式的家乡绘本，同时只要翕相打卡，就当得到免费的册子。这摆展览将到25号，介意看册民众唔通错过这个台南上盛大的册展。台南新闻郭富义采访报道。
为了推动安平地区的观光甲当地海产，台南市区议会将伫9月7号举办安平碧海好佚佗的活动来积极宣传，除了准备青草的桌菜来欢迎民众预订，也有真侪精彩节目，邀请大家拢做伙来安平佚佗。安平作为台南知名的观光景点，一直拢是观光客上喜欢的景点之一。为了让更较侪民众来到安平，同时推动安平地区的海产，台南市区议会将伫9月7号举办安平碧海好佚佗活动，除了有侪丰富的节目，现场嘛开放鱼果澎湃桌菜，希望让游客好好来享受台南的海产。当天我们会有梦幻移民的颁奖典礼，那然后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家政班、我们的班员，来做一个表演。那在地的一些学校学生呢，我们也会邀请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表演。那希望说我们跟移民之间呢，还有我们消费者来购买这样的一个海鲜大餐，我们是希望也借这个机会大家齐聚一堂，然后大家享受那种100多桌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议会嘛将伫9月7号当天表扬40位模范渔民，鼓励渔民创新发展，嘛感谢因的贡献。同时，议会嘛将安排净滩甲社区表演等精彩活动，邀请全国民众做伙来台南安平好佚佗。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明仔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地将准好，起来是雷好天气，温度26度到27度，落雨记录6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